后来按863迄位护理师的翁婿。 按864，甲伊个查囝按865，指挥中心嘛公布因去过所在，来听指挥官陈时中详细的说明。里面大概这个护理人863跟864，他们是夫妻的关系，那他们在案外的活动的地点，大概一个就是在1月13号11点半到12点1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，1月16号11点40到12点35分在桃园南门市场。那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轨迹，我们现在在厘清中。那按865按865，他在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店上班，所以1月16号到1月18号。 都在这家的一个桃捷 A7 店的摩斯汉堡那整体详细的时间，基本上他是上班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不过详细的几点到几点，那这还需要再理清。那这位865案在摩斯汉堡店里面他主要的工作人员只有他跟一位店长。那现在店长也在居家隔离中，那采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。 后来，这个护理师甲伊个翁婿1月13晚到11点半到12点15分，有去过桃园的南门市场。1月16日晚到11点40分到12点35分，嘛是去桃园的南门市场。那护理师的查囝1月16到18到桃园捷运 A7 站的摩斯汉堡店来上班。提醒伫个同时段有出入相关场所的民众，爱做自主的健康管理。2月7日进前，若出现着疑似的症状，请你卡1922来进行相关的咨询。